这个古印如来的那个时代，那么就有一个国王的一个女儿，就是公主嘛，有一个公主，那么她呢名叫智慧月亮，这么一个女儿，那么她是对这个古印如来和古印如来的法是有非常怎么说呢，大的这种非常虔诚的一个怎么说呢心智，所以相当就是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就是释迦牟尼佛跟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有非常大的怎么说呢虔诚的心，同样的道理，它是一个非常有怎么说呢那个虔诚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主。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这是他第一次那个发菩提心的时候，那他的名字叫做那个智慧月亮，这个名字是那个智慧，就是也可以说智慧，也可以是本质那一样的，在藏文里面来说到就是耶系，就是本质，月亮在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一样的，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他的父母取他的名字，那个时候还不叫度母，那一个这样的一个公主。那他这个以上呢，就是他的本身的他的家族那个时代，然后她是一个女神，以这样的一个缘由，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她那个时候本身就是，接下来就是有她做功德的方面，那么她那个时候就是正好就是有碰到那个古印如来的这个佛法的时期嘛，然后她对古印如来以及呢就是古印如来的眷属，很多的罗汉。很多的这个比丘支菩萨等等的，就是无量无数的眷属都一起，他都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供养，然后供养的部分来说的话，也是时间也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因为当然那个时候呢跟现在的这个时代不一样，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一次就是有那个怎么说呢，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代呢，就相当于就是人类的寿命就是100岁的时候。那么从那个时候，从那个释迦牟尼佛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之后，现在呢，就是能真正的活到100岁的人也是很少很少，这个地球上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些来说到，就是众生的生命，在佛法里面所讲的都是根据众生的福报，也是会寿命的时间也是会减少，所有的那些怎么说呢，那个众生共同的。业力跟众生共同的福报是这两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原因呢，就福报跟寿命都是会减少的。所以以这样的针对这样的方面来说的，过去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众生都是很有人类的众生都是很有福报的时候，所以就是人类的寿命也是无量寿的时候，就是非常长的时候，那就不是什么几十年就要走了，不是这样的时候。那所以他供养怎么说呢？那个古印如来跟一切古印如来的眷属们的这些供养的方式来说的话，也是每天都会做供养，然后这样连续做了怎么说呢？那个过10、百、千、万。那个10万、100万、1000万，对不对？几千个千万念的，不是一个千万念，就是几千个千万念的，是无数个千万年的时间，都是做古印如来跟古印如来的眷属嘛。那么共。